後來過來是衛福部長趙宗良，今仔日再度到立法院，針對着中聯郵資案來做專案報告，而且接受到備詢。前一天，衛福部來宣布19項的郵品重新就價，讓外界批評講傷過緊急凶狂。趙宗良是強調講，一切攏是根據着科學的證據甲調查結果，確認產品安全，才來放行。這個會才開20多分鐘，都因為趕要休困，甲臨時提案開始會。蔡其昌、陳其邁說，行政院長下台，總統出來道歉，這個是你們好久以前的標準，我現在都看不出來你們對自己的標準在哪裡了。中聯郵資案件繼續佇傳衛福部長趙宗良來到立法院專題報告備詢。國民黨臨時提案講，要求賴政府比照當年頂新郵的事件標準流程，趕緊處理，無全面查明流向甲真相進程，袂當不明。文字裡面呢，沒有完全查明真相，真相流向之前，不得讓問題郵品。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讓安全的郵品上架，也不會讓問題郵品上架。中心上架話題引起討論，因為昨食藥署宣布講，中聯郵資已向成收起來郵品中19批郵品甲相關的產品檢驗合格，會使閣提出來面。我們已經完成所有的樣本的檢驗，確認了每一批，那麼它的這個檢驗結果，在市面上的一共有19批的這一個產品這個郵品都是合格合於標準，所以我們在昨天宣布，所有合格的商品那麼得以重新上架。已經開除了哦？不會，這個都是按照我們的科學證據跟我們的調查結果檢驗的報告，那麼所做的這個確保，所以這些商品是安全的。衛福部長趙宗良強調幾下擺，中心上架前提是確認產品檢驗合格。中聯治安郵的風波持續是各界關心的焦點，這甲食安有關係，袂當馬虎，同時嘛成為政治攻防的話題。